甲阮吃，甲阮当作那生命，透风落雨嘛毋惊，为着是生三顿饱，艰苦当作菜脯干，伊是阮妈妈。伊的双手比天大，伊的颈甲到那山，总是笑将阮出声。若使参我吞落喉，为着一个美满，伊是阮爸爸。一声轻轻的感谢，换阮做恁的靠山。无论春风吹，也落雨时，有我为恁擦风寒。一声轻轻的感谢，换阮做恁的靠山，将恁的手交予我，用我生命来报答，做恁上骄傲的囡仔。将恁的手交予我，用我生命来报答，做恁上骄傲的囡仔。思慧，老师好，你今天的感情，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，然后就跟爸爸之间的这个连结，我们从你的歌曲当中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。那这首歌曲要唱得好，其实也不容易，就是要在这个情绪下又唱得好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表现起来，又加上情绪，应该没有这么容易表现。所以到后面啊，我会给你一点建议，就是我们讲技巧方面，就是前面的感情我都觉得哇很棒很棒，到后面就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前面的复制贴上感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惊喜跟情绪上的转折了。所以在之后的选歌上面或之后的表演上面，或许你可以再安排一下这个层次。不过我觉得你的音色上面不是这么的亮，所以有时候唱大歌真的要有一点点小心。像这个歌比较大，它需要很多的层次的变化。以后选歌可能可以选相对编曲没这么满，或者是跟老师沟通，前面可以给你空一点的配器，不要放太满，后面再给你多一点，这样可以帮助你在层次上的变化。谢谢老师。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思慧，老师好，我觉得一声一声轻轻的感谢哦，要唱这一句话哦，要感动人，一定要有满满的人生的感触，就快要满出来了，轻轻都碰不得啊，所以是很轻轻的感谢。我觉得这个歌，我觉得是你爸爸跟你一起完成的，好，然后最后那几句啊，情绪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不用担心。